大家好，我是郭恩吉，欢迎收看《南方特收报》。雅果游艇集团与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日前签署 MOU 合作备忘录，签约当天，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见证，期待透过双方的合作，能为台湾培育更多海洋运动人才。雅果游艇集团与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携手为海洋教育向下扎根。12号这天，于安平雅果游艇城举办 MOU 签署记者会，会中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教育局长郑兴辉共同参与，在市府长官的见证之下，透过产学合作，共同带动台南市教育、体育、观光发展。3、2、1，请签署。台湾是个岛国啦，大家都知道，向海洋致敬也是院长的政策啦。但是如何去落实，需要一点时间。在我们经营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要落实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要去克服，尤其人才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盖码头、买船其实是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培养这个海洋的优秀人才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最早今年呢就决定呢支持西门国小帆船队。当然我们已经在今年开始赞助西门国小，虽然只有一点点金额啦，一点点金额，但是以前台湾是个岛国，为什么比帆船这么困难呢？因为它的工具太大了，很多人看到我们带自营选手打羽毛球，只要一个羽毛球拍就可以去比赛，但我们的选手要扛着他的帆船到处去比赛，这个成本是很昂大的。所以政府没有支持他们，那我们业界先走。我希望这个岛国呢，海洋就在我们旁边嘛，我们培养这个选手来参加帆船比赛，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希望雅果先支持抛砖引玉，可以带来更多的企业来支持我们这个帆船的运动。这次在这个雅果的合作课程还有合作的活动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普及性的让我们的大学生跟国中高中的学生都能够全面的来参加这个海洋活动。那事实上，台南在黄市长的这个领导下，是得天独厚，可以进行这么优雅那这么有活力的一个运动的大舞台。那我们学校非常幸运离雅果应该是最近的大专院校所以我们未来会积极的跟侯总这边还有他的团队来做配合。那我们让我们的学生我们常态性的全面性的都能够接触到这个海洋运动的资源。那希望未来都可以走向国际。市长黄伟哲也期待透过雅果与中信双方的合作，能够为台湾培育更多海洋运动人才。雅果跟中信能够签署这个备忘录，然后培育未来的海洋人才，帆船不管是竞赛或者是这个喜欢海洋、喜欢帆船、喜欢水上活动的这些人这是很重要。我们从西门国小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一直到中信，到大学，那这样子的话，一起能够为台湾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雅果在之前已经有不少的产学合作经验，赞助西门实小帆船队与银海中学合作推行海洋教育课程，并赞助大专院校帆船队与高雄科技大学合作产学专班，支援各式帆船赛事等。近年来更积极响应政府海洋政策，将台湾海洋教育向下扎根，透过产学合作，将教育资源与大专院校共享，再透过实习计划，期望能够提供学生在毕业后的舞台，建立完整的海洋运动学习与就业管道。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许多社区长照站都会安排课程让长辈参与，不过近期因为疫情升温，据点的防疫更显得重要。虽然社区长辈们几乎都打满3剂疫苗，但还是得提醒长辈不要忽略防疫工作。
社区长辈拿着球向前抛出，距离目标点越近就能够胜出。这样的滚球运动是让长辈都非常的热情参与。新店区德生里的社区据点有许多长辈都会来参加课程。虽然近期疫情紧张，不过长辈们几乎是3剂疫苗打好打满，再加上戴口罩、勤洗手，在防疫工作上他们也非常谨慎。打3剂，我3张那个莫德纳有啊，3支都打了，照那个政府的政策走啊，勤洗手啊，消毒啊，戴口罩啊，有啊，都挂口罩啊，口罩要挂好啊，洗手啊。我回家马上就洗手，这样子。长辈比较少用手机进到活动中心，里长也叮咛要做好10连制，相关的消毒工作都要落实。候医生来去内要创啥，内要创啥，就按呢做。但是那个爱实名制，我们平常尤其咱有年岁一定平时一定爱较细腻的勤洗手，个常挂口罩你就唔能讲疏忽你。其实大家都打到3剂了啦，来就是说一定要实名制，实名制这个很重要就是来就量体温啦，还有消毒啦这方面我们都宣导的非常非常严谨啦最近我们没有就是没有规定说不能开嘛他们非常喜欢嘛来这边运动啦，来这边聊聊天，不会说待在家里不舒服，是这样。去年社区据点曾因为疫情暂停开放，让长辈在家没人照顾陪伴，不止少了乐趣，在生活起居上也出现问题。因此，里长大力呼吁宣导防疫，就是希望长照站的防疫能够滴水不漏，持续提供照顾服务。记者潘志光、潘文玉高雄报道。出生于台南，被称为台湾现代摄影第一人的柯希杰过世之后，首次在台南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会中展出160幅的作品，透过作品也展现柯希杰每个时期不同的摄影风格。跟着记者的脚步来到台南美术艺馆，可以看到柯希杰的遗孀舞蹈家樊杰西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为展览拉开序幕。从舞蹈中展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跟着镜头来到展间，也可以看到从柯希杰的作品中，很多是对人道关怀的摄影风格。底片跟暗房的技术也成就柯希杰成为台湾现代摄影的第一人。他就是走以前把3件大事都完成，90大展完成，辅仁大学成立的影像纪念馆也完成，他都有出席。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还有一件事，那个纪录片，对文化部国美馆这个主持的纪录片，这3件大事情完成，最后他才走。那我呢，已经习惯就是在一个大师的旁边乖乖的站着，从回台湾就是这样。当初柯希杰求婚的时候，我就有下了条件第一个，我那个时候已经30岁，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小孩的身上，所以我就告诉他：第一，我不生小孩。他怎么回答我？他说：这个地球已经很多人了，不少我们一个。就是他讲话呢，他没有学中文，但是他的中文几个字就表达得很清楚然后他说第二件呢？我说第二件嘛，就是我要秘密结婚，就公证结婚，不宣布，因为你名气太大。如果你一结婚，一定是整个报纸会轩然大波，所以我不要，我要以舞蹈家的姿态出现，我不要以柯太太的身份第一个出现。他说：你很有斗志力。我说：不然你怎么选上我呢？然后第3点，他问是什么？第3点，他好像当天有跪下来，但他永远不承认，事后都不承认。那其实那个等待维纳斯这个作品也是有后续的。郑愁予当时是在我们家，对，那柯希杰就灌他酒，因为他喜欢喝酒，他喝了很多酒，柯希杰就把那张一直打在那里。
他就说：“你说那个是爱琴海，在那边绕来绕去，你都按不下去。”他说：“对。”然后我回来呢，我兴奋得不得了啊！他的国语是这样，不得了的就不得了啊。然后，郑愁予就说：“哎，我突然觉得很热。”他就说：“杰西，拿电风扇来。”他都是台语、日语啊、汉语这个混着讲。那么最后呢，终于他就说：“你犹豫不决，就是因为这个想了半天，就是你在等待维纳斯的出现，因为那是爱琴海嘛，所以他就说等待维纳斯，就这样子命名，然后就转过来，这个是柯希杰不讲的哦，今天才讲，我讲，我站在那里，他就说你等到了。”从柯希杰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对艺术性跟内心完美风景的坚持。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用他的一生展现对摄影艺术的热情。这次的展览在台南美术一馆展出，展期会一直到今年的9月21号。欢迎民众可以在展览期间一起来到台南美术一馆，亲自来感受一下台湾现代摄影第一人对摄影的坚持与热情。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在高雄苓雅区有这么一家店，它卖的是能够永葆美丽的永生花。老板除了结合特色手作饰品，也充分运用客户所提供的花架，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一起来欣赏。粉色系的店里，映入眼帘的是透明容器中的浪漫花朵，以及玻璃柜中的特色饰品。老板 Icing 从市集摆摊开始，到如今这间店结合了永生花与饰品，一步步的累积，最后打造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时候我自己去市集参观的时候，就是去逛街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东西好特别。然后他们是一个手作市集，所以每一个摊位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每一件作品甚至都有自己的故事。那花艺部分呢，本身就是很多女生都很爱种花，其实都种不活。然后就发现，哎，有布雕花这个东西。那如果竟然可以把它花最美的时刻停留在这瞬间的话，那何不如就让它冻龄起来呢？提到永生花，你很容易想到一捆捆的花束，但你看过与小提琴结合的永生花吗？提倡生活美学的 Icing 充分运用客户提供的素材，结合手边的花，做出让客户惊叹连连的作品。而这样特别的作品 ，Icing 是如何构思的呢？很多人他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哎，我花就是要这样插。比如说考试，像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就是非常的制式化，他会希望你今天考试就是套公式，你写作文也是带公式，那就觉得说，哎，我把2个不同的元素做结合，我可以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除了卖花饰品 ，Icing 也开设了手作课程，让许多妈妈、上班族在压到无法喘气的生活里，能够有一段时光沉静下来，找回自己。很多妈妈变成家庭主妇，然后他们就会来这个地方，然后给自己的一段时光。他就会说，啊，现在感觉好像是我年轻的时候去巴黎，然后那去那边 shopping 的时候多开心多开心，然后我们就会聊得很开心，然后突然一通电话，她的婆婆打电话说，哎，老板暖有的没有的，然后她就说啊，瞬间又回到了现实。所以常常说，其实不管是做花还是做饰品，我觉得是一段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时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透过花艺饰品的创作，让你有一段时间能够慢下来，是与自己相处，是件幸福的事。我们今天的话要做一朵水晶花的玫瑰花。那我们本身的话，一开始的话，我们会用日本的铁丝，然后去搭配管束做一个塑形的部分。然后之后我们会上造花液，然后做粘胶，粘胶完之后再做组合。下次在焦躁烦闷的时候，不妨走进店里，看看美丽的花束与饰品，让花吃了自己，沉醉在美好的世界当中。记者陈柏宏高雄报道。
台南市有一名60岁男子，因为脖子右边出现一个明显肿块，吞咽时有异物感，甚至睡觉的时候也会压迫感。经过诊断才发现是良性甲状腺结节，后来在门诊利用射频消融手术，已经完全改善。奇美医学中心新陈代谢科医师叶美辰表示，甲状腺结节通常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肿得很明显，而且影响吞咽或者睡眠，一般建议开刀切除。但一般传统甲状腺切除必须要全身麻醉，不但风险大，而且伤口也大。现在透过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不需全身麻醉，就能在门诊手术进行。结节的话，它如果大小没有很大的话，我们通常不见得会有一些症状。那但是它如果慢慢大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压迫的症状，然后吞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吞咽困难啊，然后或是更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会有压迫到食道、你的呼吸道，会影响你的一些症状，有压迫的症状这样子。那么以往的话，就是说可以用观察的方式，或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些压迫的症状会造成困扰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建议病人去做一个开刀。那么开刀的话，就是说病人就是会必须要住院，然后开刀过程中是要插管的，然后要做一个全身麻醉。那甚至那当然因为有开刀，所以就是会留下一个疤痕的状态。那就是现在有新型的消融微创手术的话，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在门诊做一个手术的处理。那它是一个局部麻醉，那伤口的话就是大概0.2公分左右。那如果它恢复的不错的话，久了以后它就甚至没有疤痕这样子。奇美医学中心从2020年引进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是一种低侵袭性、免全身麻醉，经由超音波导引，将电极针放入甲状腺结节内，借由交流电释放，让局部组织产生凝固性的坏死，进一步让甲状腺结节来缩小。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駁二近年来逐渐转型成艺术特区，有越来越多特色风格的店家加入，带来全新活力。而当中就一间美式的早午餐店，主打以人为本，希望连结駁二的现在与过去，令老仓库有全新的感受。挑高宽敞的空间与工业风装潢，让人走进门就感受到一种不带压迫感的休闲风格。铁灰色略带斑驳的墙面与货柜门完美结合，呈现港都城市的在地特色。这间位于駁二的早午餐店，跟它的名字一样，仿佛就是这个转型城区的现在与过去。駁二经历了繁华、没落、再生、转型。对，那我们 Now and Then 呢？这个名字呢是现在与过去，所以这个地方很符合我们品牌的概念，对，所以选择在这个温暖的地方落脚。那我们也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客人觉得我们不仅仅是一间餐厅，而是有温度，然后餐点又好吃。说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了让顾客感受到有温度的餐厅氛围，这里除了舒适的环境，也注重以人为本的餐点设计，用细心关怀的角度出发，制作适合不同族群的美味早午餐。像我们长辈喜欢吃鱼啊或面类，所以我们会设计渔夫早午餐，还有丝瓜蛤蜊千层面。然后另外我们这边外国游客也很多，所以也会设计汉堡啊，然后班尼迪克蛋系列的，然后还有小孩子也很多家庭客，对，然后也会设计它那个儿童餐，那餐点是不加任何调味料的，对小朋友来说是很健康又不会有负担的。而店长特别推荐的招牌渔夫早午餐，就带有满满的海港特色，选用在地渔获，用特制的新香料腌制2个小时。除了特殊的风味，当然也没有忘记健康均衡，贯彻餐点设计的理念。那选择的是一整尾的五仔鱼，它油脂比较多，然后肉质鲜嫩。对，然后料理过后，它会保持它的水分还有嫩度。对，那旁边有另外附上紫地瓜，所以我们吃鱼呢会有丰富的 DHA，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我们人体都是很健康的。
吃完了主餐后，当然也要来份甜点，这一餐才算完整。口味酸酸甜甜，铺满丰富水果的香蕉新乐园，在法式吐司内包裹了香蕉与棉花糖。为了能够吃完清爽无负担，其中的棉花糖与酱料也是大有学问呢。我们棉花糖很特别的是，用全蛋白下去制作的，加上新鲜的覆盆子果泥，那它是不加任何色素还有防腐剂的。那旁边有附一种焦糖酱，是我们自己做的。那我们焦糖酱的部分要掌控它的温度，才能呈现完美的焦糖风味。那它带有点焦香，又不会有苦味，可以淋上法式吐司一起吃。海港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是由住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编织。这间早午餐店也用他们温暖的设计理念，以及像是家人的服务，走进这个港都的生活。记者陈柏宏、邱玉婷采访报道。高雄火车站附近的巷内隐藏着一间饭馆，老板主要是提供熟成的咖啡和炸物，希望营造一个城市的温暖角落。没想到一开业就吸引许多年轻族群。这间巷子里的饭馆有着日式的复古外观，一推开木质的店门，暖黄色的灯光让用餐的空间有种温馨的感觉。不追求豪华的餐点与服务，用日常的料理就能温暖每个人的胃。这个城市的角落里，让大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家的感觉。那我们的餐点其实没有什么像那种饭店是比较豪华的餐点，我们比较着重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经典小物、日常饮食。那还有一些是洋食式的式茶店风格，带给大家一些很好的餐饮品质这样。从锅子里捞起冒着热气、浓稠的咖喱，淋在白饭上，散发出开胃的辛辣香气。再大方的放上一块又一块厚实的炸鸡块，这是店里的招牌料理，不同于日式或印度口味，而是熟成的大人咖喱。烹煮之后，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存放，然后让里面的调味做发散。那所以会有些人就是形容这是一种大人味的咖喱。那它的味道蛮浓郁的，会带一点点的辛辣感。那其实是可能很多大人会觉得蛮喜欢的。更让人赞不绝口的就是炸鸡块了，多汁的鸡肉只是基本，外面裹的粉让鸡块不只是酥脆，更能与咖喱酱料完美结合。那相较于像外面的可能唐扬鸡，它可能就是外皮酥脆，那比较快你就可以吃到鸡肉。我们外面的话，其实可以，外面的炸粉的那个皮，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很酥脆的感觉，又可以很融入它的鸡肉的味道，这样子。除了招牌炸鸡块咖喱，这里的肉燥饭也特别的受到欢迎。猪肉使用独门的肥瘦比例，搭配咸咸甜甜的酱汁，完全符合名字，还有一种妈妈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大喊：“老板，再来一碗！”我们在肉质的上面选择有它一定的比例，那在汤汁上面的话，也跟外面的也不大一样。那我们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父母要准备给小孩子，那会希望他吃得饱、吃得健康，然后吃得很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这样呈现给客人。店名取自母亲名字的其中一个字，是老板想感念母亲以前的辛劳，以及在厨房为孩子们准备3餐的身影。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客人都能有回到家的感觉。记者邱玉婷、周辅庆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收报，我是郭文吉，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